吃完。非常的欢喜呢，我今天呢有这个机会甲大家做着一个学习，这拢要感谢天恩师弟，感谢做事的红船，师子师母的大德良因，一年的五大医生，一年的地法，以及过前的苦心的栽培甲福气，使互俺们今仔有这个机会，从这个所在。 那因为呢，互我个讲题呢，咱即摆就对讲题来做着一个学习，叫做五毒理论。就是表示一个好的、一个喜的代志来对，嘛是咱人上喜欢的，所以呢，伊就是一句成语，成语，成语，嘛是一句呢祝贺词啦，祝贺词。 就讲若说，咱若即个过年当中，拢会当看到，就是讲在即个方面咱拢会当看到，看到即个祝贺词，祝五福临门，表示讲新年一个好彩头。或者是讲，咱若一个人来去创业，嘛是即个一句真好的一个心意来祝贺。 或者是讲，来做事的时阵，嘛是共款，依着一个真吉利的一个语言，来做一个祝贺词就对啦。这个意境嘛是共款，表示讲祝贺的意思。所以呢，伊是一句呢非常互人会当教，一句非常讨喜，在真济需要，在真济即个场合场合。 咱拢会当听到，嘛因为安尼，伊变成会使讲是家家户户对着了即句成语，真深的一个印象。所以呢，即个五福呢，会使讲是自古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咱每一个人所上喜欢的，嘛是咱人。 所想要追求的，无论讲是名利、权势、地位，拢共款。但是咱家己想，即种物件，即种福报的物件，这是有福报的人才会当得到。即福报的人才会当得到，但是咱即摆人为着要得到了即种物件，做出真侪个违背良心的代志。 做出真济违反道德的代志，违反自然的代志，做出着违反行善违法律的代志。相信讲咱在即个电视咱家看，拢是啥比比皆是啦，非常的济啦。甚至讲咱人甲人的中间，咱拢会担心着讲咱的厝内面家内事啦，咱的亲戚、朋友啦，咱的厝内面的人，若是讲头路较好啦，或者是讲较财情啦，或者是讲经济啦，咱拢会讲恁兜安尼，恁的福报足大，恁的福报足大，才会当安尼，才会当安尼家庭顺时，一切拢会当大部分拢较如咱的，所以即种福呢，这用求袂来呢。 这是爱去实践，爱去行善积德的，毋是用求来呢。是爱去牺牲奉献的。所以有一句话咧讲，要成功爱靠打拼，打拼无一定成功为虾米？因为一个有福报的人，咱经过着了打拼了后，
打拼，你就无。为啥？因为咱过去世咱就无进来啊，咱就无去福报啊。啊，咱求嘛求无来呢，求嘛求无。所以有个人讲，即使讲你一世人，有个人有讲安怎讲呢？去欲求的，亲像迄我是听迄个看西安尼讲是讲，比如讲咱一个人，咱的年龄，毋是逐个人拢平齐。比如讲1岁到70岁安尼就好，咱的福报伫啥物时段啊？咱敢知影？咱毋知呢。有个人的福报，伊是伫咧做囡仔；有个人是少年的时阵呢，啊，有的是中年，有的是老年即段期间呢。咱去求，有可能伊会甲你即个福报，你一世人福报，甲你未来生活咧得到了个福报，但是安尼敢有可能？安尼，即种的方式安尼，但是安尼嘛毋是究竟，嘛毋是真正咱所拥有的福报呢。因为你这福，你提早享有了，安尼就无啦，所以呢，真正是安尼哦。我会记得讲。我会记得讲，做学仔个人拢毋捌创啥，拢捌咧搭春联。啊，有一摆真正甲伊搭春联，迄个春联呢，搭不来当，用不来当搭袂起，互我拢无去甲伊夹，搭到拢褪色了。有一工，今年有一工，互我就是讲，这搭到拢褪色了，搁足歹看，互我就要去甲伊掠，伊还佫讲。一个甲伊看，平常无我毋捌看过，一个甲伊看，真正写到有够好个呢，写到这。五福临门呢，搁财源滚滚而来呢，敢有影？无影啊！咱即个搁咧送礼品，真正是无影。可见就是互我无种迄个福报，所以互我安怎较拍拼，嘛无迄个福。所以呢，有一句话就讲欲比尽世因。圣经一句话就讲，欲比前世因，今生受食时；欲比来世果，平生作食时。咱一世人无论好甲歹，无论顺时甲无顺时，每一个人拢秉承着、继承着过去所做的因缘。所以人讲人比人比死人真像人袂比较真诶。咱逐个拢要比好个啦，拢要看人个好个啦。拢爱讲好个，降入咱的思想。毋过咱家己想，咱若无做，咱过去若无做，咱真正无做呢。咱一世人无论好甲歹，就是咱过去世所做的。这上天无法度无干啥物啦。上天无法度甲咱安排互你福报啥，咱家己若无去行善积德，去做咱自己的福报呢。事实真正有影，上天予你的是依照着你过去你所做，你的所作所为，来甲你分配，来互你安尼呢。所以要有即个福报，咱家己来去种迄个福呢。欲比来世果，平生作食时。咱有希望讲后世人咱来较好个话，咱一世人咱来打拼。咱来打拼行善积德，咱因公立德，爱行善，爱做好代志，安尼咱后世人咱才会好呢。咱才有迄个好个结果呢。所以讲呢，咱若是无种迄个好个因缘，就好亲像讲一个动物共款。一个动物，伊若是讲过七八了咱即个也做。一个动物，一
车仔若无了，你若唔去甲伊照顾，伊才会生病。哦，伊袂生病的，啊，要怎照顾？你若无去甲伊施肥，无去甲伊抠草，啊，无去甲伊压水，无去甲伊传药仔，安尼伊才有法度生病。你若甲伊种下了后，拢无插伊，敢人来收成，你敢若看人收成尔，你拢无迄个成绩，无迄个结果出来，因为你都无用心去甲伊照顾啊。上重要的就是讲，上天互所互伊的啥，互伊的阳光，哦，安尼伊才有法度生长呢。啊，所以咱若甲伊讲，啊，若无咱若无甲伊照顾，连讲吼，迄草吼，花开是比树较重，较悬，较细呢。所以咱来看即摆的厝的迄个也做田园啦吼。我本是细汉咱口草搞着，迄也做不是爱去园林，迄田园爱不是爱口草呢。啊，口过尔，有人来做事做足济吼，口前口后壁花开，所以拢做袂了呢。哦，啊，所以我较早有做过，真啊，即摆人迄像迄田园伊拢用啥？用迄乌布来盖，就是要互无爱发草啊。哦，安尼就较袂发臭，较省工啦，较免定当遐摊来，定当遐着爱当来哭。哦，所以讲着爱所有这物件互伊，伊到后天伊才有法度生长的。生长了后，到身体才有收成的。所以讲咧种植过程，除了讲咱的基本的，咱的地质。以外，来就是靠着人去咱人去甲伊照顾的，啊，有去甲伊照顾，当然，有用心去甲伊经营，当然伊的收成会较好啦，这是一定的。啊，到冬种，到冬天的时阵，收成了来就是同台来就是算讲过来，咱亲像即摆应该是即摆的天气啊，较袂顺，即个春夏秋冬即个拢比较袂讲介温的。你若像较早迄个时代，我听讲，若到8月天的时阵，9月份天气就非常的寒。你讲，像咱即摆讲的大寒，是毋是？大寒迄若是较早来讲过是非常的寒的。啊，所以呢，大部分的即个冬种，即个种的意思就好在于讲咱春天过来了后，啊，即个过程，即个是收成了，就是咱人即个身躯爱休息、爱休困的时阵。等到过年过了后，才佫开始种就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呢，咱今仔日共款，咱今仔日求到了，嘛是种下了即个月的经济落来，是毋是？啊，即个月的经济落，咱要咱互伊当生长。当然，咱今仔日咱求到了后，咱求到了后，咱就是爱透过着番薯，时常参与番薯。时常听班，时常爱听班，因为时常爱听班爱听道理，因为这个道理是过去古往圣人因修成生活的这个过程，因所留下来的道理，这就是要来启发着咱世间人，启发着咱的良知，互咱知影讲，咱透过着学习。咱透过着学习过了后，咱才知影道理呢。咱才知影讲，咱这个色身是一个假的，咱要安怎来照假修真？咱要安怎来，互咱真正的主人发挥着迄个光明？要咱用咱真正的主人来做主，来互咱这个色身降服着，互咱的主人做代志。那安尼话，咱才有法度达到着超生了死的。所以讲呢，大部分的人，拢知影讲即个五福，拢知影讲即个五福，但是有真侪人，伊毋知影讲即个五福到底真正的五福是啥？真正的五福就是啥？
起来吼，就是这5项哦。第一就是伤、富贵、丰年、好德、可长命，这5项。哦，伤就是咱人的过寿啊，哦，咱人的过寿，咱人过寿，哦，咱当过寿的人，伊无一定就足好呢。哦，有的人当过寿，但是伊嘛是加烦恼；有的人当过寿，但是伊嘛是因为伊加吃3顿，伊也是讲在即个家庭的当中，种种因缘会袂顺，哦，嘛是有的。啊，富贵嘛是富贵的烦恼呢，哦，富贵身体若无健康，嘛是足烦恼。啊，所以讲人就是敢若讲钱，嘛无一定就会欢喜呢。或者是讲富贵的人，毋可因为第二代伫咧家己糊弄，哦，安尼伊敢会欢喜？伊嘛是有伊的烦恼啦。哦，啊，第三就是嘛是咱即个身体健康，嘛是爱有健康，哦，啊好德，哦，就是优先级别，哦啊，好长命就是讲咱人，哦，8岁要等去，啊会好行，啊做无袂行，啊活等去就叫伊安尼，就是好像像人讲啊困无醒，啊就无困袂到天，啊就等去啊，迄是上解好，迄是咱人是不对，大家嘛要求安尼呢，啊毋过这无一定，嘛袂当照咱人的意思安尼，哦，这生有时啊死有因，哦，生死是天注定，咱无法度做主啊，哦啊，所以讲这5项加起来，这就是叫做五福临门，迄5项哦。有的人若是其中一项，比如讲有的人若富贵，敢若做富贵安尼尔，啊其他吼无介好，这叫啥？这叫做五不全，这无是全是理。哦，其中这个好德，这就是一个因。哦，只要咱来行善积德家做，哦，那安尼这5项就是讲包括真在内。啊，若做其中一项，哦，会话这叫做缺项啦，缺项的好德，吼。好，搁再来哦。来就是寿命不夭折，而且福禄绵长。这寿命的意思，伊就是一个生物。这个个体对咱人出世了后，到死这段期间，这段期间，逐个人袂相共逐个人袂相共，1岁、700岁拢有人死。即个伊的经过期间，所有经过这叫啥？叫做死，叫做咱人叫做死。所以咱若来看所有的电脑有真侪的事情，伊拢会在即个在即个 FBI 在即个咱分享着讲，即个了场所的一个秘诀。往拢离袂开啥？离袂开着健康的生活的习惯。所以讲着即个长寿啦咱是毋是想讲，对一个国家的人比较拢较长寿？有真侪人伊会想讲，日本人拢较长寿。为什么？因为日本人互咱人的印象就是安怎？
因为因食拢食较少啦。嘛，毋是讲一定，这毋是肯定，毋是一定食较少，是讲比较因对身体健康方面较注重，因对养生的方面较注重。所以呢，因出门若毋是用行的，就是骑脚踏车。啊，这毋是因的国家这个交通工具路拢毋是安尼，因拢干那做伙，甚至因为上班拢用行，啊是讲坐个交通工具。有一摆，互我的亲人来遮来咱台湾，啊，互我要家己载去佚佗，用机车载去佚佗。我若对伊讲，你嘛家己载，因袂晓坐个啦，因毋敢坐个，因袂晓坐个，因袂晓坐机车来。我今日拢做爱坐，我真像阮囡仔毋敢坐机车，为啥物？因为因从来拢无咧坐，无坐机车。若毋是骑脚踏车，啊无就是坐伊个交通工具，啊无就是用行安尼，安尼尔。啊，所以讲因咧食袂足济啦。啊，人讲话做咱人，你若差不多8分饱，是毋是？拢你也做，大家拢差不多拢即个拢较知影吼，食8分饱，无感觉安尼了，安尼对身体是上好的。啊，有一种人是安怎？听讲都无咧食呢，啊，伊全部拢是青山果冻，拢咧爬山，爬来爬去，亲像迄，你著会安尼，亲像互我家经体讲，迄内底是像啥？像迄内底你若毋是伊补充咧爬山爱就对啦。伊讲拢无啥物食，啊，电脑身体是电脑用的，电脑用的。听讲电健太太讲，伊讲不管是吼，拢互感觉腹肚安尼摇，所以你也看人拢食袂大补。啊，身体因为是袂歹啦，啊，身材嘛真好啦。啊，所以咱家己想啦，安尼的话，因本人有对因安好的条件，照你讲，因是毋是因的伙生理来一表示？其实毋是哦，中秀的国家毋是伫咧日本，无伫咧倒位，敢知？新加坡。哈？新加坡呢？是一个，迄个国家有700万个人，因是同时住伫咧1100平方公里是我的啥用港，是用港。这是互我看到即个 CNN 的报道来讲，伊讲以因的环境来讲啊，因香港有300座的高楼大厦，有300座的高楼大厦，啊有一寡真舒适的公园，哦，啊因的医疗设施，哦，因有互老人休息的海滩的所在，因要去吃啊去倒拢非常的方便，甚至因食的食物，哦，拢是健康的哦，所以这是互我伫即个新闻看到，哦，看到的一个报道。毋是CNN，是一个故报，吼，CNN的一个报道。所以讲，因虽然讲因无亲像咱迄个医疗的设施，毋过因也假使讲对个百姓，一寡也做制度无好，因会甲因的政府，反映，互因的政府呢会当改善，那安尼呢，咱来讲来伫生活面啊。自然变啊舒适，因环境内底是毋是真好？一定是袂歹啊，至少心情上嘛袂歹，精神上袂歹，啊嘛较欢喜啊，啊要去倒个交通搭足方便，但是咱家己想看卖啊，安尼敢会当增强因的血性啊？敢会当增强因的血性？其实咱人血性。是一个真神秘、真神秘，咱每一个人无人知影讲咱家己的血性会当食到几岁，无人知影。所以讲伊讲即个寿命不夭折，夭折就是讲叫毋好去。啊，到底几岁才是叫做毋好去？几岁？互我是伫即个报看是写讲18岁。啊，有讲30岁以下，叫夭折算好，这算夭折。
但是18岁到30岁，这已经拢成年啊，这较有可能符合个要求，应该是讲这个要求应该是足优异囡仔，哦，啊，这有先天的，啊嘛有后天的，啊有的囡仔出世了，哇，啊夭折更好啊，所以叫做啥？你出世人就个个去夭折，哦，来不及长大，迄就叫夭折啊。啊，若是30岁以下，迄已经拢成年啊。哦，因为是即摆，哦，即摆咱台湾的生活即个生存的空间，天气歹，人歹等遮，咱生活的方式，哦，大家拢足紧张啊，迄骹步步外拢踏了真紧，哦，啊，当然这会影响着啥？咱人的心情啊，哦，甚至影响着咱人的脾气毛病啊，尤其是即摆，哦，即摆个啊做婚姻为啥？为公家顾好。啊，为共顾顾病，啊，因为性格歹，较无耐性，拄着代志，哦，有的人较暴躁的，我就变成安怎，就掠囡仔出气的。囡仔做变成是大人的出气筒的。有啊，这即摆社会是真正是真济啊，哦，亲像讲过几啊做一两当前，哦，迄个小朋友阿妈妈出去叫一个歹人。甲伊吼对阿妈讲来着，甲伊刣落，随时头壳牵身躯怎啊昏死去？哎，老母是身躯边尔，要动敢动会去？动袂去啊！所以看卖啊，遐尔啊在款吼。啊，所以讲呢，所以讲有一句话就是讲60岁以下叫啥？60岁以下叫毋好就讲叫夭寿啦，哦，亲像咱过去的人讲嘛做电话铃、3号挂铃叫夭寿。啊，咱人是咱人一世人当中上艰苦的时阵，拄啊伫咧少年的时阵，还是咧拼经济。因为你有一个家庭，你就是爱趁钱去维持你的家庭。啊，若到60岁即个时阵，差不多拢安怎？囡仔也大汉啊。啊，该开钱啊，拢开了啦。啊，囡仔来爱读册迄个时阵是，是上学开钱的时阵啊。啊，迄个时阵已经拢经过啊。啊，所以甚至讲话啊，到60岁迄个时阵，差不多大多数啦，会啦，差不多话拢先入去啊啦，话拢先入去啊，差不多要含饴弄孙啊嘛。当然，这是毋是逐个人拢安尼，但是有的人有哪安尼。但是咱即摆做做就是讲建议安尼，60岁以下叫毋好，但是咱家想看卖啊。咱若做少年拼一世人，到迄个时阵，即个身躯若叫会好的话，咱所拼来江山别人敢有做毋甘的？因为钱开也无着，啊嘛享受无着，安尼是毋是做毋甘的？所以讲呢，亲像过去有一个啥？叫做王小莲，即个啊，咱应该咱人个，即个足久啊，即个王小莲伊是自17、18岁的时阵，拄好有一摆发生车祸。即个王小莲伊做小姐时，因家境啊真好呢，家境真好哦。啊，所以讲伊发生车祸了，做啥变植物人？变植物人倒两层倒几天，倒47天。倒47天，到即几天，才去用好诶。所以这47天诶中间，拢因是大人甲伊照顾，因随大人家顾到老爸也走，老母也走，家己拢无记会要怎？所以伊就去拜托咱蔡英文，毋是迄阵总统毋知啥我毋知影，拜托咱诶总统，互伊会当安乐死，因为是大人拢无记诶啊，唯有安尼，才会当互这个查某囡仔，因是大人走，因较放心。但是无法度，咱乐死咱无合法啦，所以无法度，是大人无伫个，嘛是搁别人来照顾，伊的起码伊的兄弟姐妹。所以咱来看，伊虽然讲到50、60岁，当然伊破病去互毋好去，这是讲真，毋过咱家想看卖啊，伊已经倒完成47天，伊真正诶，伫在世间，伊真正有活诶时间，10几岁尔。
才10几岁尔。所以讲，咱一个人要会当中寿，当然各方面拢爱有配合啦，拢爱有配合啦。来，咱家想，所以讲咱今仔日啦，若是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咱的子孙有孝，咱的子女有孝，若安尼送落来中寿，大家嘛要中寿，是毋是？亲像互我若转去互我的妈妈甲我讲。我的妈妈今年91岁，91岁，伊拢甲我讲伊活到安尼就好啊，安尼足有够啊，免活遮久，安尼就有够，安尼伊就做满足啊。为虾米咱会安尼？会想讲嘛做大安尼就好？因为咱身体都无健康嘛，身体无健康，会致使咱的精神会艰苦呢。所以若破病，你当你破病袂好，袂到去自杀的，嘛是足济啊，嘛是足济呢。所以讲变成安怎？即个身体拢伫咧腹肚咧做药，即腹肚拢做药，一工食几来项药啊，食到尾拢食到拢嘛食袂好啊，只有安尼拖拖到时间到无免啊。所以这嘛是甲咱讲，咱人就是安尼，身躯病病就是安尼。食愈济货就是，就是一定会破病。这嘛是自然的啊，无迄个人会破病，食满补一定拢会破病。亲像最近咱一个体育界的傅达人先生，相信讲咱也蛮有看新闻。傅达人伊今年85岁，伊着迄个胰脏癌，在即个几当前伊当我夹着，无啥做的、食的，到尾变麻痹。伊讲讲食轻，食袂行，嘛是疼到无会当食。食重，伊讲徛的嘛咧困，变成安尼哦。所以你也来看，伊嘛是伊去要求咱的总统会当安乐死，但是我拄仔讲，咱台湾无即个法度，安乐死无即个条件，所以伊安怎走进做死，伊也安乐死。伊一世人，伊的啥？伊的积蓄300万，为着伊要求死安尼，走去随事安乐死。所以讲要哪会当中寿？这逐个人的条件拢袂相共呢。中寿的苦呢。这个身体若无健康，真正是真正是艰苦足济，真正是烦恼足济呢。所以讲有一个故事是安尼有一对翁仔某仔，即对翁仔某仔因翁到45岁，甲阿妹某结婚。伊阿妹某结婚是因为伊某有生。所以45岁以前，伊就是讲，亲像人讲落溜咧，趁偌济，食偌济，安尼就对啦。所以到尾伊某有生查甫的，伊有够欢喜的，老来得子安尼，请亲情朋友，亲朋好友，煮迄个煮骨力骹的迄个啥，买鸡手就对啦，麻油手啦，互大家做伙分享。所以因即个后生呢叫啥？因即个后生叫小苗，伊来做啥？因老爸叫苗姐啦，因老母就是苗姐嘛，所以讲呢，伊即个囡仔，互伊的媳妇人嘛足操心，因为头脑虽然是袂歹，但是无好饲啊。为虾米无好饲？因为呢，常常伫咧破病，常常伫咧总病院。若身体好的时阵，是家己的时段惹麻烦呢。是家己的时段惹麻烦。去学校呢，拢甲伊拍拼啊，咱甲伊欺负，互安尼斗。变成讲做了后，时段就爱去受贿，就爱去共会死呢，会不死呢。但是会了后，因老爸因时段就甲伊带去啥？带去食好料的。讲安尼要甲伊缀眼睛就对啦，眼睛安尼就对啦。
讲要甲伊缀，讲要甲伊调整啊。啊，但是呢，即个小苗即个呢，伊只要讲若是欠钱，伊就是讲伊所要想要买的物件，拢是啥？爸仔某拢对伊拢是有求必应就对啦。啊，但是爸仔某嘛感觉讲，这囡仔安尼尔，这大汉的就会好啊，但是这看来是真幸福，毋过伊是大人，应该咱家己想，伊应该是真好当的。其实呢，因的生活并无好，只是讲伊是大人，真甘互囡仔开，只要讲囡仔若开喙呢，伊拢会去满足着囡仔的需求。所以讲伫这外表看来，其实呢，伊是无富裕啊，伊实在是无富裕，因为两个翁仔某啊经营伫一间干仔店，所以伊想讲，若去等囡仔大汉了后，因翁仔某就会当体力，就会当上安宁就对啦。两个伊的计划是安尼，但是咱家己想，假使讲咱一世人，咱的人生若亲像咱安尼安排，安尼甘有介好，是毋是？毋过呢，咱真实的人生毋是安尼哦，咱真实的人生毋是安尼演的哦。因阮即个囡仔自细汉呢，爸仔某要做生意，伊并无因子较乖无较乖，颠倒看到即个钱收入来了后，伊会感觉讲，这钱哪会遮好趁啊？安尼人来买物件，收入安尼就当，安尼就有钱啊。所以呢，伊拢会去摕钱，要开就去这，要开就去这。当然伊是大人，就生气。毋过伊的老母并无生气，因为疼囝嘛，所以就会实在伊，要爱啥要去摕方便安尼就对。甚至讲伊摕着钱了后，伫学校变成做流氓就对啦。做流氓到尾仔呢，含爸仔某呢嘛管伊无关的。到伊16岁的时阵呢，到即个小苗16岁的时阵呢，即个朋友嘛真济啊，四个拢是迄个王兄伊尤其的朋友，所以呢，伊是大人嘛记讲，若假使讲亲像安尼，若知影着细汉呢，就甲伊定定死，茫互伊，爱互伊安尼食遮高贵安尼就对。所以伊若毕业了后，做毕业了后，出去找工课，但是偏偏工课就是拢袂顺啦。到尾仔呢，伊就甲伊爸母讲，伊讲伊要做生意，要家己创业，食头路无前途。要怎创业？伊希望讲伊是大人，在即个经济上，甲伊帮安尼，所以头日生意，爸仔某嘛无来，感觉讲，虽然讲伊是要做干仔店的生意，虽然身边有一寡积蓄，但是这是啥？这是因两个人的观察本的，观察本哦。但是即个囡仔毋知安怎去听，的，就甲伊是大人讲无用即间厝来缀来借一寡钱。向银行贷款来借一寡钱出来运用，安尼呢，上计是用一寡利息的啦，袂安怎讲开偌济钱。等若甲伊去创业了有趁钱，再来用安尼。所以伊爸仔某经袂过，伊讲我爱用，答应伊答应伊，怎啊去银行贷款一寡钱出来，所以贷款钱出来就安尼就好啊，工课就开始做啊，早出晚归，早出做晚答应。经过了1年时间，伊爸仔某讲奇怪，咱怎就安尼定静安尼，无想要讲咧创业咧做啥物头路嘛，毋知影，定静，就嘛无插伊啊。到经过1冬的中间来嘛，伊才讲来还讲，就含股都袂合股啦，就收起来，收起来，迄爸仔某讲，钱呢？钱就了头路无钱了，因后爸听着了后，艰苦，到几个月就全挑伊伊老母嘛管无法啦，到尾已经厝全去互爸人全去互批下去啊。一个是大人，一个是毋好，一个是无咧插伊。到尾因老母好佳哉好因同厝的厝边仔要家收伊，互伊有一个大的所在。所以咱若家看，咱一个人要会当养生业嘛是真济一个真济一个掠做真济一个苦对啦。
所以师尊老大人讲啊，伊讲生命无互你自主的管理，但是到要到无慢些师尊伊讲咱人的生命无互咱自主的管理事实真正有影咱出世了后，咱就毋知讲咱会当偌久，咱会当把握就是咱把握当下，赶紧行功立德，赶紧去行咱的业力，唯有安尼，干那安尼尔，咱才有法度改变因为咱业若无了，若无消，咱无法度转去所以咱有一句话咧讲，人讲话做啥？人生七节才开始，咱搁捌听过一句话，捌啦，即句话是在即个有一个叫啥于右任，一个啥于右任，即个于右任，伊所讲的一句话，伊在1879年甲1960年即个中间，所以即个中间，所以活到84岁，伊讲咱人的器官对30岁就开始衰退啊，最前的咱家想到影。所以我人生70才开始，以着咱细小个人就是讲，我到70岁，我人生70岁，我的人生才开始尔。其实即个意思毋是安尼。所以为虾米咱即摆要讲安尼30岁以后过咱的身体就渐渐走下好？若要讲到30岁是当少年当中的时阵呢，但是咱家己想，咱今仔经过成住坐卧，这若无正常，甚至讲食若无正常，咱若食好诶，食健康诶物件，食营养诶物件，落到咱诶感觉。虽然咱讲食，对遐落来，当然安尼是无毋对。毋过咱若食对有身体有健康诶物件，伊啥？伫咱诶体内，甲咱滋润咱诶器官，甲咱若做啥？累积着啥好诶能量伫迄。甲无咱若去用检查身体有一个高胆固醇，敢是？迄个是好诶胆固醇，迄个是好诶咱若是食歹，生活无正常，安尼，伊到咱诶体内，伊嘛是累积着啥？无好诶能量啊。当咱有一天，咱诶年龄渐渐成长诶时阵，咱即个症状渐渐就出来安尼，咱才有感觉，真正是安尼。互我真正是亲身体会。几当时互我自家受伤了后，因为迄阵嘛才40、50岁啊，互我从来都无爱运动个感觉讲迄运动足麻烦，其实运动是足简单，咱敢若行路安尼尔所以为虾米即摆人为了嘛出来运动咱感觉今仔摆若做伫迄Google看一个马小姐太太大太阳天穿衣啊，风甲规身躯拢安那，若讲迄外星人，其实伊就是咱要互人看，所以互我顶下安尼较受伤了后，互我有啥惊你行一摆、两摆、1个月、2个月、1冬你拢无感觉讲啥物，毋过你弥补袂出迄个感觉。互我顶下若是厨房咧做工课，迄阵咱穿衫若翻，咧行路行到遐甲迄下骹底拢会疼，真正拢会疼但是一直持续安尼运动了，我感觉讲真正有差，体力会较好，真正有变好啦。所以讲呢，对一般人来讲，到70岁对，咱的身体健康剩即个3成5啦，3成5尔。亲像我过去较早做小姐，问歹安怎呢？问歹。我有一个不歹的习惯啦，就是若咧困，有时电话听安尼，手听安尼，听安尼，困到天光来。我若有一天叫杨经理我把手一过一个船落枕头，人无紧找着，较早是真正伫咧传着，但是我免人看，感冒嘛免人看，自然几工仔伊就解好去。若症我毋免人看，症爱看过来抓，毋是爱看过来抓大好。所以这就是咱身体一直啥，就是伫咧退化，就是伫咧退化。所以为虾米伊太安尼讲呢？就是讲，这就是要最主要，就是要讲你讲，咱一个人的精神，咱的人格的状态，
重新出来去做一个表达。最主要就是咱即个百姓的生命的前途。所以有一句话就讲，咱人的落寞，咱人的落寞的旅程，已经伫咱的生命当中，大多数的人以着即个七情六欲伫咧推动咱生命的进程，而且咱真拍拼，去求着咱所要想要来，咱的名人、咱的金钱、咱的爱情，真少人去知影讲，咱真正奋斗的目的是啥物？或者是讲有其他的选择。另外呢，有真侪人求到了，但是无法度进入道门，因为大多数就是拢咱跳脱这个环境，甲着咱自己情感的一个应用啦。所以讲，当咱一个人到70岁的时阵，咱若感觉讲，咱身躯的周遭的人拢一直离咱近的，咱会感觉讲，咱爱所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讲，过去咱一生一世人，咱所执着、咱所奋斗一切的事本呢，其实呢是骗人虚幻的，骗人将伊为着即个大自然的景象慢慢收获的时阵，咱爱放下，咱就会放下咱的欲念，放下着咱的欲念，而看着即个世界的方法，竟然产生了和咱过去咱所追求的相，真正是无共款哦。忽然间咱会感觉讲，咱开朗来，咱会感觉讲，咱活得了无一个负数，咱若意识到咱的人生真正是70才开始，安尼互我多10点嘛，互我讲到遮，安尼互我的资料嘛，多会当到遮尔。对啊，到迄个讲到这了，需要做这个，咱自己。哦，赞。